看这位台积电的前副总经理，嘛是夜鹰计划推手罗维仁，今年7月底退休，即卖传出讲，伊伫退休进前动用高阶主管的职权，要求部属甲做简报，而且影印上先进的制定机密合意。敢有影咧？台积电针对相关的传言也未回应。AI 的兴起和应用呢，又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机会。 来增进台湾百工百业的竞争力和新创的商机。伫咧镜头前，政府自信讲产业未来的经济发展，伊是前台积电资深副总罗维仁。今年7月底退休，当大家拢叫是伊开始要退休啊。罗维仁却传出10月底伊去到竞争对手英特尔掌管研发大计，甚至敢若伫咧退休前动用本身高阶主管的职权，叫下骹手人甲相关机密资料影印炸造。从7奈米、5奈米、3奈米到现在的2奈米，那罗维仁副总啦，在台积电又待了21年。罗维仁今年70个月，捌伫咧英特尔担任先进技术发展协力暨 CTM 厂长。2004年加入台积电担任营运组织2副总经理，嘛伫咧2006年到2009年担任研发副总，新任先进技术事业含营运组织制造技术副总。回头看台积电当年推进10奈米制造，面对真大压力，伊提出夜鹰计划，打造结合日兴含夜兴24点钟运作的先进制定研发中心，嘛含设备商租引变小组，开发新设备量产10奈米，伊对研发含生产的配部熟溜溜。若是真正早2奈米、A16、A14奈米等上先进的制定技术，这对英特尔推进晶圆代工的业务，无疑估是一个大帮助。以他过去的经验，正好能够补 Intel 过去失败，或者补 Intel 过去的不足。根据了解，台积电通常会甲退休或者是离职的主管签竞业禁止合约，限定18个月内袂当去竞争的同行做。不过罗维仁传出并无签这一份合约，咁会对台积电造成冲击，影响台湾半导体业、升到国安战级，拢引起业界讨论甲嚟支持。不过目前对规件代志含敢会对罗维仁退过，台积电各单拢也未对外回应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